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浩明阿明姑，欢迎收看福起来的。唔知观众朋友有习惯听垃圾肉冇？自从公校广播电台开始放送以后，逐日都会听广播电台的节目，除了可以听到几好听的客家的音乐以外，可以听到南腔北调的客家话。今年我哋個榮幸邀請到嘅，如喺幾早以前都用西灣腔來主持廣播節目嘅李憲飛子，我哋馬上歡迎李憲飛子。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台灣林內嘅李憲飛。我請問下憲飛子嗬，你講喺西灣腔嘅話，我係咪同我哋啲觀眾朋友介紹一下講？而家我們少安腔有哪一啲我哋講啊？我少安腔了，個腔調係啲原本林嘅輪背。蛇咧，議論住了三個鄉鎮。等他朋友來學一下哈，輪背啦哈，然後議論住，可是二輪呢，我用議論住呢？哦，你講議論住嘅題名係因為佢嘅體型嘅關係，兩粒輪哈，小土丘的意思啦。係議論住啊，蛇咧，西螺，蛇咧。我哋以前嗰度係好多種嘅吼。其實做起蛇咧和議論住輪背咧三個鄉鎮係講少安卡數嘅，因為蛇咧係因為交通嘅關係，佢腐老化啦，好咯較緊，所以你個鄉鎮變做較少講卡數啊。其實啲西螺大橋，嗰種其實布袋戲、布袋戲啊，掌中戲嗰種地方。蛇咧風味嘛就。係啊，嗰時我哋其實萬世嘅時節都感覺到講，西螺應該係講好羅吧，喺人哋睇成日發現。而家講客家話嘅，佢係講卡數嘅。係，像我哋憲飛子，即係做我哋嘅天台做緊節目，你開始都通我哋傳播內容出來嚇。你係念傳播系的嗎？唔係，當然唔係，我啲開始，我本身係教卡數嘅先生。嚇，天台咧係因為採體嘅呢個天台進行廣播天台，佢本身呢個天台係。對呢條少數嘅語言嚟講，弱勢團體係咧提供伊發散。佢呢個基本上講，佢做呢個少安卡嘅節目，因為佢係採體嘅天台嘛。我感覺真特別講，呢個採體嘅天台用住攏講好咯就好啊。佢就做少安卡嘅節目，我是感覺講，天朝個調上空，佢係調個好好種、修改、修書藝，將來做呢個節目嘅。其實其實冇簡單哈，因為講天台有嘅資源其實佢寶貴，我哋電台資源其實講佢寶貴。而有希望講可以遇到按少年，好，你從頭到講嗰種，攏我哋係二輪輪背西螺三個地方嚟講嘅西灣腔嘅客話，但是有希望講一就按少年講客話，而其實有啲廣播節天台，或廣播節目一直發生，其實講冇簡單。係佢希望講你本地人特別嘅聲音。啲本地嗰下導演來接收來聽，所以佢天台就講，其實個真係心願講，我做呢個少安卡嘅節目，係啊。因為天台係一個可以創業嘅一個資源嚟講，而其實可以本幾多人嚇，喺平常嘅時候都可以談到，譬如我哋可以喺工作嘅時節啦嚇，都可以一面談垃圾又一面嚟工作。好，我哋可能冇辦法去接觸到我哋講西灣腔嘅人咧，但是我哋可以經由我哋嘅天台，我哋可以去談到無同樣嘅。調線啊，客家話其實係個重要嘅事情。根本你唔睇你喺你上天台去做天台，如果去做，唔係幾厲害呢？我啲開始唔敢，我講，我唔係科班出身嘅嘛，嗬，我冇個好嘅話公佈嘅個理論嘛，嗬。佢講，唔屬驚，我然後係兩個強調結合，喺天台本身嗰種講古語，我係。配合鬼，從呢條少安卡新婚嘅女的安置好啊！嗰時我哋節目裡邊有兩個配合啦，伊哋喺講華語嘅，嗬，伊哋喺講即個西灣腔嘅客話，係冇錯。一兩個比例係用去搭配咯。一開始地方天台就講一般，係因為鼓勵個冇聽冇嘅人咧學習嘅困難啦。係另外我哋咪咧廣播天台是北上以上，北上以上，係去挑戰一下。咁你其實幾好呢？其實都變成講你真正廣播天台係用嚟講能講入門班，好都一般嘅啦，好，一定係要談過老師嘅節目，其實都要講法語也好，我講一下，然後老師有時會糾正一下發音。但是我哋當我哋咧講好廣播電台嘅時候，幾時國家設備廣播電台啊？不是我哋北上，好，你講我哋咧進階班啊，冇錯。係啊，另外呢個就是因為聊聊聽下講卡嗬，佢話啦，很是天佑。
2、3个月要喊我搭套一下。因为其實我有談過現場嘅廣播節目時間，談規種有糖色的喲。一開始我嘛談唔是小環境嘅學法，因為同我哋講南西一樣，講法其實都同小環境真係有一些差別，但是糖酒誒，好，你不用睇佢見糖啊，米粉都見糖，糖酒真係有得係，你甜油誒，有得會試啊，你哦原來係唔得按嚟發現，我哋係冇咁樣發現，我係咪可以請我哋現場？同我哋現場搞一下，比如講，我哋小環強嘅打招呼講食飽冇，我哋安樣講。我見小環強係講食飽嗎？食飽嗎？食飽。食飽，那講我同我哋男士有關係就就對我搶啦吼，不過那就講另外嘅除非是冇空啊哦，可比迄人講熬粥。熬粥是我們的早安。哦，熬炸。搶好咯，搶好咯，其實我也講熬粥，熬粥，哦，你講熬粥係我哋小環強講早安啦，哈，我哋嗰種講南西洋糖落嘅話，好像我講你很會做事，會曉得做係熬粥，好，但上頭就小看冇空，係你熬粥，跟熬粥冇空嘅意思。你這麼會做，你很能幹，你講硬熬粥，硬熬粥，真熬粥哦，上頭一定要冇空。那冇空我睇唔住呢。係冇，很真不做，我就講很真不做，很真厲害，係啊。哦，其實真係冇簡單，像我哋小環強你講嘅人嗰時候，嗰時有安尼天師，我哋講有安尼廣播電台嘅資源先係最重要。咁像這個主持嘅節目，我哋乜嘅名？我嘅節目就按就請客來坐，小環有請客來坐，係冇錯。咁像我哋講做我哋嘅節目以前嚇，我講我哋嘅節目嘅調性，譬如講我哋節目嘅行樣嘅方向，你幾時嘅我希望講有個節目係做樣嘅一種節目嘅內容。一開始我用啥吼，其實想講，你個節目定講做行不來路嘛吼，其實係就按卡嘅節目，我就希望講甲就按啲兩處空落去。田中即田一地講，你係就按卡嘅節目，係一堂都地，一堂都地。如果係就按係卡人，希望講，你個卡嗰種保留咧節目嘅名內底。因為卡唔係講，我就按卡就係卡，大家攏真多卡嘛，係市面卡、海料卡攏係。希望講大家嗰種家裡嘅節目來了個用就按卡，係安尼啊卡人係又親又黏啊，係一個真愛好卡嘛吼，很好客。所以我希望講，來嚟啊，來就按你個節目裏底搭套行了來溫暖個人用咧好蔬菜啦，唔係講真好散好肥嚟講，嘛就這樣係好蔬菜。希望大家食節目來了個就按，來了個溫暖。一方面，如果可以有個節目嘅名，你行一啲都叫我希望大家人來源嚟來了解就按呢啲客法啦嚇。你話小環有請客來坐了啊，冇講來坐了，就是來打嘴鼓嘅意思。嗰時有節目其實都希望講，除咗教育嘅以外以外，其實你嘛希望講，大家人透過有個節目。來了解我哋咧園林，了解我哋咧小環嘅一啲客家話呢個特別嘅地方。係啊，冇錯啊！利用廣播電台嚟嘅平台，小個用文林嘅台詞書啦，台細細，係講用菜體就按卡嚟嘅議論組論背，甚至講寫咧呀。雖然佢好落較多，不過佢嘛係原產嘅就按嘅蔬菜，希望嗰種小個一定要嚟嘅地方嘅特色產業，俾大家了解。哦，不是唔包東西幾多呢？有語言啊哈，有係用咧沙橋啦，係，然後我哋咧產業啦，然後有一天我有歌誒，咁那你平常按樣去準備安尼啲東西咯？哦，其實講錯做這唔好安尼啲啦，10篇8篇真多。我因單元是講較多元較豐富嘛，所以就小個產業，就小個語言，就小個用嘅歌曲。但係大家地方就按卡嘅歌曲就較少，所以我哋透過講一定要平台音樂嘅平台，來了個顯示大家咧時常要講音樂，小個本大家，小個咧大家聽。當然我哋教嘅係就按卡嘅音樂，拄好學校我嘅動興貴少。呢個係先生故意節目創作，所以先利用佢嘅創作小個市區，係淺淺嘅是感覺拿來拿少唔啦，係啊，是小個一條世界強調像南西邊啊，西邊啊，海裡嘅卡創作嘅部分，
小过咧大家来听。可是问题是，你这个讲可以用创作的东西拿来选用，什么？因为其实本来人家市面上写完的客家话歌曲不少啦，但是嗰种你用伊个东西，佢社會嘅構造係咪？先生，先生嘅個創作先拿來用，咁乜人創啊？我因吼，你個先生真特別係，佢一家冇創，佢係寫字來創，係創作咧寫字來創，因為變做講通宵嘅部分較多，係先利用寫字哦，你個平台，啲寫字好識創客家歌，佢會加入創歌，係啊，將家己個歌。推出去，嗰時你變成講，唔同嘅天台標嘅歌嘅喺即個做呢吼，唔像我哋其實外面嘅天台，我哋可能都拿買個tape啦，嚇，等啲 CD 啦，嚇，出隻都有呢，嗰度客家嘅歌曲可以用。嗰時加上唔得用小王嘅時候，你變成唔得即個用較少。但是啊，你話佢特別，你變成講唔得都有即個嘅一啲音樂。不過，呢條音樂就心意跳過啊，做了就冇啊，同樣做，係啊。上少啊，所以我嘛希望講，加機會每種家嘅就用卡嘅理念輸出去。啊，呢種歌曲來創作，你係一條路，你係我很欣賞去做嘅，係啊。因為其實音樂係一個重要嘅部分嚟講，其實我哋談垃圾有時間，你經常嘅做生意咧，見講嘛係幾無聊啊，或有時嘛談一下音樂，但是伊冇按到做完個音樂時間，我哋很自己都真係都想一啲方法，伊都自家去。請人來做曲，請聲音咧來創歌嘅，變成一定嘅節目嘅音樂。像安尼嘅，其實也後背製作嘅嗰種時間也幾長嘅吼。係啊，所以你個音樂嘅時間吼真長。我99年開始行業好好教師嘛，97年嘅分組。你個廖先生吼，魏先生佢是真早起咧做呢個部分，所以佢就收集真多嘅客家音樂，佢自家創作嘅音樂，啊係利用咧好好師傅教咧寫作創嘅。啊，冇想錯，你變成我老妹吼來平台用推廣嘅歌曲啦，係變做因啦。啊，唔啦，我是從提防沙橋就一個梁燕先生，佢嘛真要做幾個人民彩體嘅客家歌，但係佢係年紀較大嘅。迄做嘅歌曲是要較冇講間挖力難啦，係啦。嗰時其實嘛對幾多地方去熟悉資料啦，嚇。係冇錯。所以咧天台節目實在冇簡單哦，休息一下，等下我哋咪嗰度很皮先生嘅故事哦。歡迎過來福起來嘅，我哋上一台節目有請到嘅係我哋用小強客家話來主持廣播節目嘅很皮先生。很皮先生請問一下哦，中途都有講到講，唔知道愛熟悉嘅就太人沙創嘅小強嘅客家歌嘅，你沙叫做田野係咪？田野訪問係咪？其實唔係為咗做節目啦，因為節目嘅豐富和多元嘅關係，所以我希望講加開沙橋。行咧為一個經驗，啊，嗰種收集做一條招安卡嘅歌曲。啊，像我喺沙橋咧，拜訪嘅師傅是簽錯一個人招安卡嘅斯坦人，佢會曉寫彩體嘅歌曲，佢自家創作。我以為我自家創作，自家創啊嘛，佢厲害呢。係，我講迄就好過嘛，佢講我冇好，我係自家想啊，呢個melody 嘅旋律吼，切落來，佢想一個記落來，啊歌詞先寫落來。一步，每種創一條歌，佢寫起來，啊，食心外頭，吼，啊，我想，啊，每種呢條心外頭歌，等下入幕，我進台房，我進台班講，好啊，睇開啊，望清我嘛係套書就安開，有人都欣賞，我也較歡喜，所以我講，是做呢個透過靠維護嘅關係，我做呢個專輯，係，很上年就頭做3年啦，就3條專輯，啊，種幾下等下種，嘿。啊，想講，恁好嘅物件哦，伴大家聽嘛吼，大家每種來聽演唱開冇空款嘅音樂，寫作嘅通宵含太人創嘅，冇空款嘅美術。其實也真係幾重要咧，因為我哋常常我聽到講，我哋愛熟悉我哋太人沙，吼，我哋以前嘅古早人吼，太人沙創嘅嗰種，能夠古老一些嘅客家嘅嗰種民謠，吼，其實我哋係個最重要嘅一種田野收集嘅一種方法。你看很皮仔，你都做到一條事情，而且等於。好，又把它下曲，又把自家創，係啊，實在是冇簡單。啊，但係咁嘛就一個困難哦，地方嘅老師嘛講，唔曉講嘅人哪來哪少，啊，同樣做冇書就按卡冇法度啊，歌曲條件嘛，
啊，毋过迄个做起来，就因创啊，嘿，我嘛拜托我讲，无种咧好好搞写字创嘛，我当然买啊，嘿啊，我嘛摕有好好搞写字创过啊，啊，另外是天台，甲几个高球摕落表，嘿，啊，小个咧用田中朋友太家己。其实，我感觉到讲，迄位置你这个节目里边吼，其实学习一种东西最重要的吼，传承学习这部分对人节目里边迄个最重要一个单元。嘿，冇错，所以我单元内底就设计这个单元做普讲卡书。一起说客语哦，一起说客语。一个小单元。这地方有讲啊。做普讲卡书。做普讲卡书。做普讲卡书。做普是什么意思？一起的意思。一起是做普。讲卡讲客家话嘛。卡书是。卡书是我赵安腔的说法。卡书哦，讲客话，嘿，讲卡书哦 ，OK。嘿，我希望我哋个单元小单元里底教听众朋友，你得简单的教卡书，系啊，啊，例如讲学习你个观念，土咧大家哦，用做来好教卡，特别讲节目内容那就来宾。我含几个代数内底，就是条无不解了解的，另外你个主持人吼，志祥，佢是要提出问题，我讲，幸辉先生，听我迄人讲的。我题目呢，甲还不改技术，无种佮教一遍嘛，嘿，我是利用你个除非佮教一遍，啊，你个理鬼教你大家按款好。用一种一问一答，好一问一答的方式，然后如佢像我哋咧另外一个主持人，我哋咧听众朋友同样，好讲，头都先生讲啊，汤姆咯，无你讲即个讲，嗰种唔错个，然后先生都再教我哋讲一点我哋咧俚语啦，哈，我哋咧俗语，哈，我哋咧古中人咧。泰语上讲的话，好，还有我哋那个乜呀，唔同都有讲我哋一些童谣，用安尼嘅方法来学习。可是从安尼学习嘅平台，我今年惊人睇垃圾用，我记得你係咪有做一個網絡平台？哦，冇錯，因為吼，收音機吼，要聽嘅時間較短，啊，就因像就嘅部分我講卡天台，啊，因文理唔過受網，按對同楊組長好，就聽眾朋友就解講。先生，我题目呢，我收聽冇錯，迄個時個平台頻道嘛。我講，冇用咧，冇法度咧，我冇法度推廣出去啊。我朋友想講，你們還是面試真發達嘛，吼，臉書大家攏冇用嘛，啊手機大家攏就係要透過手機，冇用咧大家來，真日鋪來聽人嘅節目，所以是人哋個發想就講，咧名錄設計個就按就請考慮成為粉絲專業。好，例如你個平台，我甲人嘅節目空起開，啊，講我去開採訪嘅流量嘅帶，還講要個音樂也係你個文章，我就放喺面上，你大家都贏，你大家都好。啊，就係聽眾朋友，還講觀眾朋友也好，透過面試，透過人嘅分析專業，佢咪得見寫意見，我感覺你係交流嘅一個好方法，係所以感覺你個平台是就甲建立起來。係啊，希望講雖然我時間較短，無法度講通因攏咧面試面上，我是請天台嘅呢個同事，甲導上工作呢個部分。係。嗰個其實真係無簡單，你講，我哋咧很肥濟吼，因為伊即個嘛提講廣播電台嘅節目，其實伊長嘅時間如固定嘅時間哈，有些可能我哋會有重播時間，但是有些無糖到都無糖到嘅，好過去都無糖到，但是伊利用我哋咧免俗嘅嗰種粉絲團嘅方法，伊把伊哋以前嘅節目嘛放上去嘅，無你講我哋其他節目嘅內容嘛係放上去，啊，嗰時家長講，我可能睇廣播節目喺啲播時間無糖到唔怕。我哋用錄24點鐘有限嘅時間錄一堂都可以嘅，而且最重要嘅係，我哋廣播電台其實嗰時候我講，我哋會同我哋咧聽眾朋友有乜嘅交流，但是粉絲團都可以接觸嘅層面都，嗰當然可以接觸到。我哋唔單止講我哋嗱，只有可以談到地方以外，其實我哋嗰度國內外嘅可能朋友啦，嗰度。我哋談到嗰度垃圾有地方表出來嘅嗰種聲音，好名錄地方表出來嗰種天台嘅嗰節目以後，我哋都談到細漢叫我客家話呀。係啊，我做平台呢個收費吼，條好嘅呢個好窮嘅素材講，我透過名錄收書啲人力吼外國嘅呢個朋友，佢講佢嘛咧學卡書，我就問講，學不解卡書，我講我上頭學興嘅教案卡。啊！我一就感通我講，迄個公司面咧，結果迄上頭來好教案卡，佢講迄個教案卡真好聽，我上頭好人望誒，我講反映迄個好教案卡，迄無用透過平台，
后啊不管是不就这远的今礼拜、日礼拜、下礼拜真凊，迄无种就填过了，迄若就问题就写咧学校顶下，我就做一个回答，佮嘛是留任顶下填，佮好了真好呢。係啊，因為吼以前可能學歷低吼，有會發嗰種乜嘅其他無強調嗰種書，但是讀書啊吼，同講法根本就兩回事。讀書較死啦。讀書較死。係啊。但是我哋讀歷史嘅講法，吼，我哋可以通過我哋嘅面書，去同我哋嘅主持人回答問題，甚至可以每人講，也幾百樣嚟講，一發嘅嗱。係啊。唔等於把呢啲幾少人講嘅話，變嚟幾多人來學嘅。係啊，但係我淘汰希望，嘛就係我因就用卡認少，語言的保存吼就真太個就緊個使命感吼，所以我希望講透過我無種做誒，名錄平台也好，廣播節目也好，還是講咧好好教示，吼希望講家己個卡數無種留較久就對，係啊，但係我淘汰是。今日我請問一下，因為同我哋一直都冇得講，今日請問你做很多事情，請問你都嚟做一多年。你到底做了幾年？其實我係本來係這個徛電視咧煮盤的培養人，我是一個家庭主婦。係我係透過較委會的認證開始，將電視開好好的。係哦。係，我是一個素人，我嘛未好教育，嘛未好廣播的。然後就單純想講，就家己個卡數保留落來，拄好好好提供我這個平台，好好等下起飛。我嘛希望講。就因等下起飛，我嘛無種在披薩起飛，按照好愛就用卡數，係所以97年就見，97年就見啊10年，10年，係做10年啊。嗰時候根本你素人不素啊，那個，因為你這個講你這個唔係轉口邊嘅出身嘅，但是你做嘅事情真是比到人的社會強啊，夾巴做嘅嗰度，我能講大大。打底嘅工作，因為人知比到我講比到節目已熟悉嗰度，我哋咧沙琪地波嘅太陽上創一個位，嚇，你把佢寫成詞、寫成曲，我哋嘅聲音嚟創，還有你一聽話數到嗰度沙琪嗰度，我哋講山野嘅故事啦，我哋沙琪嘅故事啦，你咪可以同我哋講一下有個神奇嘅事情。其實吼咧做單元，你個單元係照按財富嘛，希望小個照按蔬菜嘅人，你個人就不該特色，嗰度照按卡，你個土地咧做不該扶持，希望不用小個啲大家聽，就產業，我哋菜地就進到供養嘅，農業嘅，吼，佢係即個種種咗嘅，即個經濟來源，係就進到人咧供養，但係冇人地啊，冇人地講，人農背就幹到嘅。落農區係哦，係啊，好，人菜地因為就幹到牛奶，所以人菜地就一個烹飪，過7家用人的牛奶來做過產品，嘛得出人文林面的10大伴手禮，其中一項一件，係啊，就係人真就特色的物件，我小過起來，嗰個人阮背進到西瓜，就進到誒美容瓜，係你對菜地農業嗰個嘛有小過咧填入係。做呢個單元，我講唔係講，寫呢個人嘅內邊嘅故事，我哪填呢個嗰啲成人嘅奮鬥循環，我打拼嘅過程，我感覺就係等下真特別嘅感受啦，嘛係做節目我淘汰嘅一個動力，係啊，過來就係講，因為喺度做年度嘅單元，喺度去拜訪沙丘，拜訪學校，特別係一個世界嘅學校小小，佢係偏向真偏僻嘅蔬菜，佢利用佢。好好嘅特色，佢做新農、實農，係教細組，你個農產品用出來嘅，佢挑大線係用住咧人嘅土地挖起來嘅，呢個過程係佢教細組佢好，但細組對農業有興趣，因為文林係農業嘅大邊嘛，係農業對文林來講係真少見，所以佢培養呢個細組對農業比較感情，係啊。我感覺哇，個好好去做新農嘅課程，我感覺真特別。係啊，佢培養細組呢個觀念，用做無毒嘅、無毒的，甚至講個人自家種種嘅話咧，冇洗텐插秧，讓孩子自己插秧。係啊，佢修身，佢國寶，佢體驗。係啊，我就家己個好好小改啲睇㗎。你個好好，佢就世界真特別嘅語言是原住民。原住民哈。係。新住民嘅語言，新住民係國語，卡數，好咯嘛，係啊，幾多班呢？嗬，係冇錯，所以你個學校佢
严谨的方式吼，佮含皮甲好好无困，佮特色是迄导演，佮落迄新弄可亲。我想讲，你家观念无种图咧，大家讲，真多偏向的好好，佮着前现，无种你家方向可深安呐，系啊，然后我头胎的一个感想讲，我做这另外一个方向无种调上风就好好。得几个能见度提升，嘿。可是我没想到，伊咧田野调查可以调查出咁多东西。系啊系啊。如苦干的地方啊，能杀给地方的故事出得几多？冇错。伊啲细细的广播节目可以调查出咁多安新鲜的东西，真的是冇简单哦。我哋休息一下，等下外嗰度过精彩故事哦。欢迎过来，福起来嘅。上一套节目我哋很费心上同人讲，伊把广播节目内容标在网络上面，刚好问很费心上哦，抢问了哈，有直播冇？而家他个如果流行直播，但有你不用网络方嘅啊，有粉丝团，有得直播冇？其实吼，切只种手机直播吼，我嘛安做诶。嘿哦，很厉害呢。因为我天车西胎啦吼，天不车，我用做直播迄种3Q 就话筒嘅师傅，我是手机集诶。吼，麦克风摕，我是直接开，做现场的吼直播切开咧，大家地讲，很细你家3Q咧做要家输出，讲我甚至讲吼，老师先生咧教好的师傅，我嘛开家做直播，我就客家文化馆啦，就1000几年过吼，即我们志工台歌台记，几年吼，卖一袋我卡书摕，一袋我哦，佫1年前讲，我做文化馆的你来工作人员，我无晓讲卡书嘅真少嘛。我讲先生，每种教我人讲卡书嘛，我讲好啊，当然好啊，我是开一班人的卡语认证班，可以认证班，嘿，他发音真版，嘿，3月份开始上课，几年1年前2礼拜拢来，想讲来几年2年前吼，我无分享咧大家地嘛，我是甲直播切开，佫大家真紧张讲，按家直播切开咁好，我讲无要紧，唔是惊。结果直播切开吼，听众朋友啊，观众朋友硬出讲，那就咧教卡诶，就台北的问我讲，先生，我看你要好啊，你该办迄，买车马费咯，你该办迄，你才要开诶，我讲你文林诶就歹势，我系文林轮背蔬菜诶卡语认证班，我我带咧新北市诶，我就好人用住，我小过去新北市诶卡价协会。你讲迄无种开新北市甲签迄个要啥落好几年的就用卡，台中的嘛有啊，台中我讲迄年就开办真好哦，礼拜问题7只问，甚至讲我爱甲朋友，佫嘛收养就收养错嘛，佫7只嘛咧回复讲，迄年讲了真好，我天就诶，然后这个真紧的一个交流，我感觉了系直播真太的魅力。可是变成人家直播真的产生了嗰种，唔知讲当初想唔到嘅一啲结果呢吼。冇想到，因为你从人来讲嘛，真係有一些客路都讲，冇想到我哋直播有個功能安排呢。係啊，我冇想到。聽你講，唔俾嗰種人有參與感，好，因為你的直播以後，以後開始我停頓要學客法，聽見人家直播本，嗰種人要看到講，原來有拍下發通，因為它不是只唔係那一啲簡單的講。我報道一啲判斷，像我哋報道新聞一樣。其實伊冇可能看到當場發通嘅內容嗰時，我都幾想參加啊。係啊，一就係吼，聽一句，就係講了無賺，你家頭尾就講，講唔錯啦，我用咗講講錯啦。會生氣咧。就笑上，就吐絲上，哇，真心實。我感覺個合適嘅時間吼，超短嘅。雖然我今日禮拜電班鐘。2點鐘，古人都講，咱已經堅持到下課啊，都做啊，好，就想禮拜五，他講你都唔想下課。嘿，禮拜五到尾啊，吼，群主吼就來講，今日有上課哦，期待來哦。我搖呢吼。嘿，不少，我感覺我哋喺個風氣吼，興盛喺感覺好適嘅通力，係啊，我嘛係真希望講對3Q來推動，較早攏係好好咧推動嘛，好好就教，毋過好好寫住正會冇講冇好。3Q 嘅人，那就含好好有連結起來，連這個店含面，就發圖做較大嘅啦。係。其實我哋在推廣嘅客家話時，都發現一件事情，都講，我哋咧細年咧吼，在學校會講，會可能會學客話，但是貴些呀，爸爸媽媽唔會講，冇得講唔願意講。其實喺啲細年咧，唔到會繼續講客話，佢哋貴從我願意。但是我哋咧很費先生，其實佢做嘅啲貴好嘅事情，都講。
一般啊，等爸爸妈妈全部走了，好，因為參加台灣就太嚴殺啦，哈，可能伊個叫冇講客家，冇得講，伊可能本身有講過，但是後來都講好羅巴嘅，好，嗰時重新嚴放落嘅時節，變成伊故意是回推下聲音嚟開始講客家。係啊，那個太嚴咧好嘅時咪講，哈，我唔係按講唔錯呢，我都想講按長錯呢，我講唔係咯，就係阿公阿媽。嘿，就係爸爸媽媽、阿姨、阿舅吼、阿公阿媽，佢就係大家別招落好誒。我嘛就呢個好似係大金門誒，金門嘅。金門咯，金門嘅好容易，好容易。佢會教來卡狀，係教人哋卡狀。佢講我唔曉講真老氣咧，佢聽得好，好，佢感覺講卡數就講誒，係啊，佢感通咧吼，係啊，真是就。剛才吧，其實你看，你有做個節目哈，又有安尼直播，咁人家資源應該個多嘅，係咪？係資源係有，不過嘛係有嘅，蔬菜唔拉，會不夠啊，係啊，唔拉少個樣做，係咁樣樣咯。唔記得應該講人嘅師資應該會多吧？係，肯定嗬，就像我價錢人嚟講，不講嘅人就發圖教，你是喺少。哦，幾少，還是幾少誒，係因係時我哋好好教書。一年咧教卡數哦，平時咪好先太開，好好冇招到，我唔見好好聽，唔介小好咧教，四屆先生。哦，四個先生教5個小學。係，所以好好。冇按到人位啦，嗬。係，其實真要講嘅招到嘅，問題係佢袂曉講，唔到個厝，含佢冇收書啦，厝冇法度認啊，我希望講，我呢個真太困難嚟講。就按卡度推通，就卡到人都教，係。嗰種 Henry 先生還是希望講，我多年來聽說我教啊，等咧小人強嘅客家話，但是我遇到問題啊，嗰種我唔係小人強嘅話，我可以去學冇。會啊，當然冇種學啊，唔過嗬，語言都就呢個基本嘅條件就講嗬，呢度語數嘅前班，係唔係咁不溜，係啊，嗱厝底，冇人就得離家比大較久嘅。大叫啊，喺含人講書講叫啊，你個語性吼，喺做唔錯，喺你講較雜，教細組長會雜。當然唔係講冇種嘛，反映大家都好少按卡。係，你我講呢個特別嘅理嘅講，我就呢個好好種，佢係本樣係卡人，佢一個唔係卡人，佢聽按好，佢中國經嘛考過啊。喲，咁厲害哦！真厲害，我係希望卡到人從呢個好好種空中。堅持講，我用做做卡站會進步。我杜從伊是講卡，雖然我哋剛開始嗰個卡唔係真長，強頭唔係頭吼，唔係真好，聽冇講少咩咧，唔過我款好，係是對數來講冇咩問題。係啊，你家好啊做，慢慢嚟談啦。係啊，種頭咗嘅係惡講，喺度講起來，我長啲，喺你家邊唔錯，我就唔發圖景改過來。係啊，你係我感覺講得。我人論背議論做嚟嘅好好做，係真特別嘅，佢真忠心，係啊，我嘛希望講，佢較多人搶佢愛，其實係冇種嘅，唔係冇種嘅，係透過學習，透過聽廣播，透過考衛府嘅教材，一鋪，來甲人哋將卡減進來。如多學多談多講，多講人哋講啊，只是講有創意，有個引頭啦。好，如果我哋引頭，我哋個帶來，譬如我哋，如果我哋平我哋吸煙，好啦，南吸煙同北吸煙，其實引頭上面都有些冇共用，唔過去綠啦、油片啊等等咧，就完全有冇共用。我就睇研究所嘅同學講嗬，興起就用招牌好誒。哇！個便頭招牌便誒，便頭較多。係啊，便頭嗰度係冇咁深。係，我講就難咧，填吼哪填就，唔覺得講吼，我講冇認真，寫唔拗錯啦。係啊，我講吼，冇就見啊，款好啦。係啊，用糖嘅也好，太有蠻糖嘅事。我講嘅話真係冇按簡單咧。係啊，我教好時咪啊，就會好想講，那個鵝的音吼拗冇起來，奶呀。哦。係啊，我就冇法圖啊，我就講款教，款練，係就經驗，係就法圖長啦，係啊。其實我而家講係嗰種，我哋講語言嘅部分，佢音樂嘅部分咯，因為其實好多唔錯嘅，很多嘅音樂同埋人哋聽嘅晒，以寫嘅以學嘅嗬。咁你希望講從音樂嘅資源嘅部分有乜嘅想法？哦，喺之前講到音樂嗬，就係我做節目就見嗬，睇我做節目開始就見一直講。將卡喺音樂少，
啊，咱人要做的人嘛俗，迄个地要讲的都俗啊嘛吼，要做的人也较俗，好入我的人嘛还俗。啊，所以我希望讲遮因天时台的力量啊，广播的力量，甲因石王卡调上去。所以我今年咧天台吼，是做呢个计划，就讲石王就请卡来做呢个客家入伍的征件活动，希望大家来赶快调上去写石王卡的歌曲，透过披萨的强调披萨的对入伍的人士来写个石王卡的歌，当然迄学用石王来发音啦。啊，就因讲，石王卡发音就难的呢，我都袂晓讲，毋过我袂晓写 Q 同样字，毋是惊我无要紧，我因体强差不多10体的故事，我因一家卡苏先生，也是地方的斯坦人都写，少年人都写这条书，请大家都做 Q， 啊，我就留认同，我念点填，我家己10条歌念点填，填了，很感觉就要甲感觉 Q 写的。创一下啊，记等下就参加比赛，就可以的啦。系啊系啊，唔是讲我一天要把那五线谱全部写张本。唔是啦，简谱就好啦。因为像伊的我的长辈，可能各位唱过诶，但是你们可能各位唱曲，但是你可以写跟五线谱，伊可能都写唔出来。写简谱就好。写简谱就好，然后伊的带的基本的。记落啊，听人讲不准哦，我要唱，希望讲透过较专业演就给偏 Q， 希望讲今年就发图收集呢条。创新的无空中的客家歌曲，也系做节目都给，希望讲提前年做咧，希望个提2年、提3年，继续做下去，可以熟悉到更多的我哋小顽强的客家话歌。系啊，因为像真多囡拢真要写歌嘛吼，写好了歌嘛不准啊，吼，你透过量撒了合作，因为种亲笔家不晓讲卡的人，量撒了合作做这条石王卡的歌，系啊，提因的歌愈行较快一条，系。一啲有内容嘅广播节目，其实也背后吼，一定有一群人点点的做事，杀忙喺把边。今日我哋谈嘅呢，很比先生，伊按用心的去做一啲广播节目，为到去传承入嘅小顽强嘅客家话，使得本人嘅感动。或者观众朋友，一定俾继续嘅支持同鼓励哦。今日我哋感谢我哋很比先生嚟到现场同我哋分享按精彩嘅故事。落来支持人，嘛落来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收听因的福气来啊，嘛希望继续收听因的，就按就请卡来坐。休息好，等下放嚟运动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璇。今日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间了哟。我教大家呢是针对上半身的一个运动哦，可以舒缓你的肩颈啊、你的背囊的酸软痛。一样我跟准备一个瑜伽垫，底下坐凳的运动，好，能准备好的吗？好，请能放起来吞欣赏通下运动的哦。好，先2只脚呢，好，唔是做下哦，2只脚起嘅嘅瑜伽垫放哦。好，来做一个好呼吸嘅一个动作来，吸气，调气，吸气，调气。慢慢的调整的，呼吸吸气，调气，好，本的肩颈呢来捞起，一起，2起，来做4起。3，赶紧慢慢的捞。4，动作唔是太急哦哈。好，来弯片来。1，2，3，4，
规对中间，好，咱咧树边嘅好剪条一片，好来做底后边老人看的一，好轻量同嘅胸口打口来二，好莫扑背哈三四，好第一个前面老人看一。二、三、四，好，更加哦，可能是嘅好嘅舒张，好，念通下，两个舒张念通下，再打开来，来作为咧好扩胸嘅运动。二，通到哦，再打开来，三、四。我個人嗬，我剛剛嘅剪條長嘅樹嘅個人，6、7、8，還有2下哦，9，加油哦，10，好，慢慢嚟變下來，好，你更加嚟做。來開到誒，兩個腳趾頭呢，慢慢地開嘅天來下，好嘅腳背，好，然後嘅天來下，嘅手來打開來，好，打開來，手掌我打開來哦，哈，好，吸氣，來檢查嘅頭哪有伸出冇，好，嘅頸肩有成一直線冇，好，嘅背囊有成一直線冇，好。我即個檢查一下，好，吸氣冇痛，調氣嘅時間哦，安尼都是慢慢的啲，好，肚臍上面呢，好，舒放來，強放來，背囊強放來，吸氣冇痛，調氣慢慢的歸來，好，再一次哈，再一擺來。吸氣，調氣，都是我眼珠可以看到都是我肚臍，好，來做一個停留的動作。繼續來調氣哦，冇憋氣哦。好，吸氣冇痛，調氣過來，原來一邊嘅。好，我哋來再一擺，吸氣。調氣都是啲嘅上面強放來，背囊強放來，像貓嘅背一樣，好嚟強最高，吸氣冇痛，調氣過來，比較中間，好嘅師傅佢坐下來。好，我手慢慢的喺前面伸長，來做延伸。好，盡量嘅背來伸出來，來延展嘅背。也通常呢，可以舒緩嘅頸肩啦，嘅背囊嘅上人痛，平常都可以做也動作來改善哦。好，可以的話，慢慢的再過來。好，圓背哦，哈，我背囊圓背，慢慢的再過來中間。好，再來做一擺。好，開胸來。好，四足跪姿，來我手掌我打開來，冇按勢哦，打開來，咱會穩穩哈，咱穩穩提天來下哦。好，吸氣，調氣，同嘅都是強放來，背囊強放來，跟住看肚臍，調拿舒放來，好，吸氣，調氣，過來原來一邊，好，再來一擺啦，吸氣。調氣都是舒放來，師傅夾向來哦，
嘿，都是数得最高，强风浪的背浪再强个高啊！起起莫痛，跳起慢慢的飞中间，鼓到原来的位耶。好，师傅坐下去。好，我数在前面做一个延展的动作。好，慢慢的鼓在中间。好，一节一节，眼背鼓掌。好，来鼓在飞在中间。好，来朝顿。好，讲你两只脚呢，一样盘坐。好，来呼吸啊，能上次教的哦，来起起。好。来做一个扭转，跳起，好，做一个扭转的动作，做停留。记得咯，我们下半身的腰要挺出来哦。咁我嘅师傅要朝顿稳稳吼，唔可以重心唔可以安尼扣上来，一定要两杀师傅要朝稳来，系。起起，跳起到右边，来做一个扭转的动作。好，来起起，慢慢的跪掌，慢慢的过来。好，做一个跳起的缓和动作。起起，跳起，起起，跳起，出面摆，起起，跳起。好，慢慢的用个手打出来。好，伫前面扣上来。好，伫脑背送出去，按个背浪伫后背面，嘿，看个肚脐，做停留1、2、3、4、5、6、7、8、9、10，好，再慢慢的都压上去。好，再下來，好，來，再一擺來起，好，到嘅中間，好，來送出去，送出去，好，慢慢的坐誒，重心到後背去，好，沿住看肚臍，1、2、3、4、5、6、7、8、9、10，好，慢慢的再過來，好，今日的動作你好唔好冇？記得明日同人做運動哦，身體能會好哦，好好運動，愛能下次再來了。